来看去年上路的国民法官的新制度实施的头一档哦，全台湾都有108件，已经有16件结案咯。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质疑讲，这甲司法院本地预期一档有300件，佮差真侪。民间团体嘛指出讲，即马政府一档是编3亿元预算，平均一案哦，就爱开2400万。国民法官的成本是真悬。也毋过司法院是强调讲，经费拢用伫设备、法治教育的宣传等等，绝对无浪费。双手封扣起来，细楼的年母姊妹啊，一前一后行路车，涉嫌甲1岁查某囡仔凯凯苦毒致死。经过检方起诉了后，会互国民法官做伙来参加审判。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正式上路，对去年开始有真侪件判决，一审拢是互诉人和职业法官来合审合判。但是司法院来公布新制第1档相关实施报告，全国收案量108件，审结16件，互民团质疑讲和原本预期的是差真侪。司法院去年编了3亿1000多百万的预算，整个都浪费掉啊！可以让新青安年轻人有30个人可以好好去买房子、去成家。有可能是我们真实，我们在去年我们的杀人案件发生率不高，或者是酒驾致死的发生率不高啦。那万一不是的话，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咱来看司法院，当初是立目标，预计当年收案会当有300件，但是新制上路第1档，却是一半都无够。有专家阁质疑讲，对审结的件数来分析，国民法官的制度执行力干那5%，甚至中央编列有3亿外预算这么多，答案的平均成本要2400万，大卖官方资源的分配是无合理。经费的编列还有执行，除了国民法官案件之外，一般的刑事案件也可以使用国民法官的法庭硬体，还有科技设备。同时也可以作为模拟法庭以及法律戏剧借用拍摄等多功多元的使用效能。面对民团的指控，司法院回应讲，和去年比起来，今年到8月底收案量已经有109件，执行率嘛有起哩。相关经费的使用，包括法治教育的宣传、模拟法庭的演练和各项硬体这设备，因为法律的义务已经真省的使用，并无浪费公家钱。记者综合报道。